没啥事儿。我去洗手弄一下，再回来打招呼。哎呦，你干嘛要拍了？讨厌死了！
所以我今天来看了当年我待的地方。太好了，因为如果没有朱木老师的话，我想我们也不会来到这里。那朱木老师，你能不能给大家谈谈您为什么会组织藏园之行呢？说起藏园呢，我首先要介绍藏文，因为藏文是人家常常会说语言和文字是一种工具，但我个人认为藏文或藏语绝非是光是一个叫工具，它代表着新的更深层次啊。大家来学习藏语和藏文的真正目的是想与这片蓝天、这片天地相融合、相合一。那通过这个工具，我想带着我的学生一起来德维康山区的各个地方和各个文化的背景来体验和生活与这片天地合一。这个是我真正想要做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走完了4个地方。对，
当我们都来到了这样的一个藏区，能够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法教和这样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然后我们最后等一下呢，也给你们一个大手印祈愿文的这样的一个口传和这样的一个传承在这里就结下一个这样的法缘，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皈依完了之后呢，必须要修行佛法。皈依的意思呢，我昨天也简单的跟你们讲过。一方面来说的话，确实也是一个依靠的意思呢。但是呢，一方面来说的话呢，它也包含着一种随着佛陀走，就学习佛的智慧和佛的慈悲不是说我没有能力，然后呢，我必须要求佛陀不是一个这个样子的。我们有很多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佛性，有这个如来藏，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棒的。不要觉得自己很不好，不要觉得自己怎么我们都是很好的。来，孩子脑子大家要冒险。灭了灭都穷也是走那么年，灭都来灭都穷的嘛什么。穷来了个穷也，干嘛办钱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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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Kamai Panch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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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ai.小白蕾蕾，小白蕾蕾，什么之类？吃好了吗？咱们吃好了，我们回家了，走啦。走了。我们已经到家了。哎，一会儿吃饭吃了吗？念的，念的，我一会儿，你是带了吧？我都带了。啊，一会儿拍了吗？你们？我们都发了。啥也没带。不能拍我。哎呦，你要去哪儿？他们嫌弃我们了。你别嫌弃我们嘛，我们多可怜呢。新疆舞嘛，这个是。走起。哎，小志他打起来，小志他打。为什么我讲的就不是普通话？你光学卫藏方言了，好吧。卫藏方言他们也不通啊。而你这些安多加起来，是的，他们就能听。好用力啊！没有用，这有啥意思啊？对呀，在外面吃着吃着就可以起来跳一会儿。啊，对。当前国际定看见可以当两百九十七。好，知道就我。
扎西德勒小飞，这些的嘞，阿九。欢迎来到我们注目藏语工作室藏园采访的现场。那我想问一问，去年我知道你有一个特别大的遗憾啊，但是今年呢，你为什么要继续参加藏园？这个呢，其实有个比较长的缘起了，算是，因为之前呢，我一直是从事藏文化工作的，差不多已经做了5年了，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想来藏区看一看嘛，就是想那个从自己心里面来感受一下藏区的这种感觉，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上一年呢是一种怎么说呢，因缘交错吧，错过了，所以今年呢就是今年很好，因缘特别好，很顺利的就来到了这里，也见到了大家，非常感恩。你对此行有什么样的期望吗？会有一点，一是呢是希望自己能对藏文化呢从心里面有一个发掘，因为之前呢可能更多的接触书本的知识，因为那个看了很多书，但是呢可能还是停留在表面上多一些。而且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因缘啊，老师说有一个咱们不是要做1000盏那个供灯嘛，我觉得这个因缘特别好，我想参与的做一下，为自己的妈妈祈一下福，是这样。觉悟嘛，八是什么？它是构词后缀，没有什么意义。圆满佛的是吗？心看。哦呀，动物呢？动物呢？理解不？理解不？理解不上头。理解不上。就是记。动物呀，他们在知呀，阿布达那耶梭哈，忒呀他们在知呀。一会儿你们啊，就是跟着师傅们学习，因为我们的喇叭吹，我们得先洗手。然后发口罩。我想我撤销。妈呀，你看现在的也是白的。啊。这样不行，你们长脱下来的。然后开始擦灯是吧？手套戴好。他们正在。哦，你先找一个，你拿个手就好。
no zidin da da ne de ge ge zin jo je je ma do mo mo lo an ta da ge je la shun je san je dong bo chi ngo ge xin ne no zhe sang ju ga。我就觉得我要回家找一下以前的感觉，或者说我回家一定要去因为我们那边现在比较热闹了嘛，然后我就想找找安静的地方，然后让自己心可以静下来的一个地方，就是那种其他的也没有，就觉得我应该以后会努力让自己往就是这些地方过来，因为我觉得这种地方很舒服很爽，然后就反正感觉就很舒服，也没有不会有那么多烦躁的心情啊，或者怎么样，就很舒服在这个地方。我来到阿须草原，我觉得仿佛回到我自己的故乡，因为这里的山水还有人都是那么的亲切，然后我觉得是走进我自己的故乡，回到自己的家，非常非常的欢喜和舒适。这是农历的7月份左右要挖的。首先把它挖这个根给挖出来，这个外面有个皮，这个破了，然后把它洗了就晒干。好，就这么这个嘞。先去炒呗。介绍啊，每一尊。那不啷个这个？嘎着你妈讲去。嘎着你妈讲去。要见新王家，要到哈着。这个的怕。格萨尔王的父亲。是那个跟香港。格萨尔王那个邻国的一个神。招东父母招东。这个是叔伯，格萨尔王的叔伯说通结果。好，然后我们每面都了解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们现在呢到格萨王诞生的地方，这些有很多的脚印啊什么的，这些地方我们去一个个的介绍。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格萨王诞生的地方。这比较天休息。这里就是格萨王的母亲刚把格萨王生出来之后，在这边呢有一个习俗，就是小孩生出来之后，他的嘴里会放一个酥油啊。当时呢，就这个血呢，就代表着这样的一个酥油，这是服葬的。사중보 쩐다 다송나 바신 세우 고가 좀 산자 도바 디자자 라카도 미자마 시노 산치 소지가 쳔마스 저르만 너녀라 니 제벌도 디소 옌바동 오전 다조마 정어 예티 다동 어르바
我这种芒果嘛，他天哪，拉送回我就到晒我就你是几千半多的早些半样了。나 성년 그 살에 줘. 네. 자, 이거는 카카오톡에 기준 것을 야반다라 오는 말. 이면서 나간 걸 봐봐 좀 말아.
나를 가르쳤잖아. 무슨 뜻이야?就再不下雨，这2天就干死了。아직 어설도 맞아 면 언제가 다 좋은 것들이 해야지.对，那边就放过来，在这边再放水，我就放那边去。这是需要15天、20天到1个月，它才能变成青蛙。哎呀，人的力量就是大。现在仙女他们不行。哎，来八卦一下呗。哎，别拍我抠鼻了。这才生活，这才叫生活。你们说我不是傻子吧？傻子吧？就是。快点拍他！缠缠绵绵，小天涯。那能不能谈谈你们为什么会参加此次的藏原德格之行呢？这个是本来我去年就想参加去年的藏原，但结果就可能因缘吧，然后没有去上，然后就第一个报名的今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多，然后还没有他呢，就我们还没那个时候我们还没结婚呢，对，因为我们这次藏原之行呢也是当成蜜月之旅，然后一起过来，我觉得这样也是特别有意义的，对。在来之前，你对这次的德格之行有什么样的期望呢？来之前我就是希望自己不要再做一张白纸了，一定要踏上学佛这条路，然后跟大家好好学习，不能再荒废时间。看到他去年藏原活动，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所以我就来学藏语了。因为如果不学藏语的话，我就不能去藏原。然后你现在如愿以偿了，是的。对于我的人生来说，就是有一个特殊的时刻，就是我皈依了一位上师，因为让我感觉特别特别亲切，特别特别想跟随他，想跟随他一生一世的上师。我没有想到这位仁波切是一个大男孩，非常的可爱也开朗，也没有想到我有想过要找一位上师来皈依，但没有想到这一切变得那么顺利，所以会觉得这是件很喜悦的事情。尼曼仁波切特别的平易近人。每次当我们特别拘谨的时候，他就会跟我们说放松放松，放轻松，而且他讲的佛法就是深入浅出，让大家都能明白，而且真的是能够触动内心的。其实我之前有想过皈依，但是也没有说具体想过说皈依哪一位上师，或者是皈依哪个教派吧。就是说感觉说说我这个时候我该皈依了，然后就还是我的妻子提出来的，还问我说你是不是想皈依呢？我说对是。我没想到我这次自己内心的愿望那么强烈，所以其实大概就是快通报了吧。
拉玛拉，下死，秋，仓吉拉，下死，秋，去了，下死，秋，点灯了，下死，秋。看来我力气比较大，是拔河，是拔河还跳绳。它本身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室的一个轮廓，我相信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管道和一个通道，也是一个桥梁，它架起了藏汉的文化的传播。那学习和来学习的同学一定是对这个方面有所需求和了解，那这样的同学大家的可能愿心和心愿都是一样的。
带着一个愿心，带着一个未知，带着一个期盼，来到这样的藏区，大家的心情都是非常欢喜的，而且也是充满了对珠穆老师的认可和一种信任。我觉得珠穆老师是一个非常爱笑、很开朗的一个邻家大姐姐。我需要一个很开朗的人在我身边，然后给我很多的正能量，所以我会来到她的工作室，然后参加学习藏语。他会唱歌，然后就很自然、很大方，根本就不怯场。那时候其实我还蛮害羞的，因为他太大方了，然后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那种。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他就是会走上这么一条路吧。那你觉得珠穆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哇，这个女人，这个女人非常的了不得，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感染力也特别强。笑声吧可能是这个外在，但她有种内心散发出来的欢喜，能让人想与她靠近，然后交流。他就是一个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正能量的人，对，就是这样。没有，我觉得珠穆老师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他在我们心目中都是一样的形象。就是我跟珠穆老师表面上来看不是一种性格的，就是不是一种性格的人，但是我也跟老师说过，就是我很多东西是放在心底不会表达，然后老师也感受得到我的那个信号。其实我是从在珠穆藏语工作室学藏语，我就认定了我要用这一生的时间去学藏语，所以就是说不出来的感受，就不想离开他，然后不想离开藏语，然后只要他在北京的话，这个真的是第一次，以前所有在藏地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感觉真的大家就是一大家子人，然后每个人其实都很投入，在这个时候都很投入，都很放松。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之一。我从来没有这样贴近过藏族人的生活，只有参加了藏园，才能满足自己心里面渴望贴近这片土地的愿望。所以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参加每一次他的藏园。嗯。